香港醫務委員會舊年一度決定將一宗拖延15年嘅醫療投訴個案永久終止研訊，病人同家屬苦尋多年嘅公義差啲石沉大海。15年呢一位腦癱 BB 嘅父母本來係可以專心照顧小朋友嘅醫療同埋成長嘅需要，最終係要額外花時間同埋心血去討回一個公道。過去接近30年，醫委會改革一講再講。終於喺2018年落實修例，目標係將整個投訴處理程序由6年縮減至到2年。不過，申訴專員公署嘅報告就揭示，過去5年完成研訊嘅個案入邊，只有大約20%喺2年裡面完成，超過一半係需要3年或以上，有10宗嘅個案更加係超過10年。可見當年嘅改革效果不似預期。時至今日，無論係嗰宗拖延咗15年嘅個案，抑或我自己接獲嘅求助，又或者係病人組織向我反映嘅一啲嘅情況，都清楚見到醫委會嘅投訴處理機制仍然有唔少不足。以下我會逐一展述我自己所見到嘅3大問題。第一，投訴零支援。現時投訴人作出投訴嘅時候係需要自己提供大量嘅資料。雖然醫委會嘅使命係行公義、守專業、護社群，但係現時嘅制度之下，醫委會係冇責任協助投訴人，以至係即使牽涉人命嘅個案，佢哋亦都唔會提一提投訴人要俾啲乜嘢嘅資料，或者可以喺邊度攞到相關嘅資料。所以對一般市民嚟講，投訴嘅難度係相當之高。多年前，張崇德夫婦長子夭折案引起好大嘅爭議，佢哋多次向醫委會投訴，都話資料不足而拒絕受理。其中一個最大嘅關卡就係醫院唔肯向佢哋提供醫療記錄，最後要到民事索償先至得到相關嘅資料，促使到醫委會召開研訊，前後浪費足足9年嘅時間。雖然呢一單嘅個案發生之後已經經歷咗2018年嘅改革，但係依家醫委會仍然係唔會問你、提你同埋幫你。所以我喺原議案建議成立專責調查隊伍，就每宗嘅個案只派1至2名嘅調查人員協助收集資料同埋證據，而調查人員其後係會向醫委會嘅初步偵訊委員會提交報告，就個案係咪需要跟進作出建議，以協助初偵會做個決定。參考其他嘅地區，英國同澳洲都會喺接獲投訴之後派人員處理調查。喺英國醫學總會 GMC 就設有調查主任嘅職系，無需醫學或執法嘅背景，但會由總會提供相關嘅培訓。當接獲咗投訴之後，總會就會委派1名調查嘅主任跟進同埋寫報告，協助判斷下個案有冇需要轉介研訊。設立調查專隊，除咗可以平衡醫學知識不對等，調查結果更加可以支援到醫委會作出決定，加快投訴處理嘅效率。第二個問題就係投訴過程同進展猶如黑洞一樣，非常不透明。喺投訴嘅過程入面，其實好多投訴人係唔知自己等緊啲乜嘢，甚至當佢哋主動去問，都冇人俾到答案佢哋。就好似已故女童天瑜。周天瑜2020年接受惡性腫瘤切除手術之後，成為咗植物人。天瑜嘅爸爸喺2021年4月向醫委會投訴之後，秘書處冇主動聯絡過佢，直至到2年半之後，天瑜爸爸打去問秘書處，先至得到一句話：專家睇緊報告。再問下佢，咁下一步會點啊？就話等專家睇完報告。咁專家要睇幾耐啊？唔知㗎。2年又再過去，再次了無音訊，直至到佢向我辦事處求助，經過我哋去信俾秘書處，先知道原來醫委會已經將其中一位涉事嘅醫生轉介研訊。去到今年，又經我哋嘅查詢之後，秘書處先至通知天瑜嘅爸爸10月係會召開研訊。我想問，如果市民唔識揾人求助，佢哋係咪淨係只可以空等呢？但與此同時，天瑜嘅死因庭亦都會喺10月展開，到時醫委會研訊係咪需要押後？嚟到今日仍然係未知之數。如果真係要押後，我哋只係希望醫委會可以盡早通知天瑜嘅爸爸。所以原議案
建議增設嘅調查人員係一個好重要嘅責任，係需要同投訴人保持聯繫，交代進度。即使調查結果建議無需跟進，亦都可以向投訴人提交調查報告同埋交代原因。第三個問題就係研訊機制未符合公眾合理期望。從事實可見，現時絕大部分研訊嘅裁決，即使係判處醫生要除牌，亦都只會係緩刑執行。對於公眾同埋投訴人嚟講，罰則嘅觀感上係有欠公允。如果投訴人係不滿裁決，唯一上訴嘅方法就係申請司法覆核，門檻係相當之高。所以我建議設立獨立審裁機構進行紀律研訊，並將裁決交由醫委會確認同埋頒布。喺提升紀律研訊嘅獨立性同公信力之餘，保留醫委會嘅監管角色，維持專業自主。做法可以參考英國醫學總會，佢哋完成投訴調查之後，係會將有需要召開研訊嘅個案轉交俾醫療審裁處。每當接獲轉介，審裁處就會從300人嘅名單裡面挑選3人組成審裁庭，至少包括1名醫生、1名業外人士，主席就通常具備法律嘅背景。而針對上訴困難嘅問題，我就建議增設覆核機制。如果投訴人不滿研訊嘅結果，可以係要求成立新嘅審裁庭檢視原本嘅裁決，唔會好似今年投訴咗15年嘅老壇個案咁，要政府出聲同社會高度關注之後，醫委會先至重啟程序。而唔單止係裁決，其實初偵會亦都有權駁回投訴，所以我認為喺呢個階段亦都需要有覆核嘅機制。投訴人係可以要求指派1名調查員重新審視證據，呢個做法新加坡喺2022年已經開始實行，容許投訴人同醫生就住佢哋嘅初偵會程序嘅結果喺14日裏面提交覆核申請。最後，醫委會作為醫生專業監管嘅機構，係應該反映社會期望同埋醫生專業發展。所以我認為喺維持專業自主嘅原則之下，醫委會係應該加入更多業外成員，尤其是病人代表，以助醫委會履行職責。我所提出嘅建議，針對整個投訴處理同埋紀律研訊機制中不同嘅關卡同埋程序嘅痛點。當中保障嘅唔單止係病人嘅權益，因為一個更有公信力、更透明嘅監管機構，係對於維護醫生嘅專業自主同權益同樣重要。正如局長上星期喺呢一個議事廳所講，改革如果唔到肉，係達唔到效果。除咗收費改革要入肉之餘，我亦都期望醫委會嘅改革係要到肉。令到醫委會真正更加能夠履行行公義、守專業、護社群嘅宗旨。多謝主席，本人衷心感謝6位議員提出嘅修正案，亦都非常之感謝醫委會投訴處理機制改革提出寶貴意見嘅每一位議員、病人、家屬、病人組織同埋醫生。首先，我係好認同陳曉峰議員、陳恒鑌議員、鄧家彪議員同蘇兆聰議員嘅修正案所提出，為唔同程序訂立時限。以新加坡為例，當地係要求接獲投訴之後2個星期之內要成立委員會，並且要喺其後3個星期之內完成初步嘅審理，當中已經包括初步調查，呢啲都係值得我哋借鏡嘅。至於管浩鳴議員同蘇兆聰議員喺修正案中提出引入調解機制，我亦都係原則上支持，但認為必須要拿捏得好平衡。有病人組織同我分享咗一宗嘅個案，涉事醫生因為不當處方藥物導致病人死亡，醫生係直接承認指控並被判停牌3個月，緩刑18個月。呢單投訴睇落去好似冇乜大問題，但係原來病人送去醫院急救嘅時候，涉事嘅醫生係冇同醫院講佢開錯藥，導致醫院延誤3日先至可以對症下藥，最終病人係救唔返。呢一宗嘅個案其實唔單止係開錯藥，更加可能涉及醫生誠信嘅問題。但係因為醫生直接承認咗指控，所以研訊嘅過程裡面未有觸及到呢啲嘅細節，
呢一個個案除咗反映欠缺調查機制，有機會令到真相石沉大海，更加提醒我哋要留意嘅係，如果未來我哋要引入調解機制，亦應該要考慮點樣可以避免一啲涉及專業操守同病人權益嘅個案，因為達成咗和解而冇辦法得到探討，從而損害到整個醫生專業嘅長遠健康發展。而梁進議員嘅修正案中提到，要求規定專責調查隊伍同埋獨立審裁機構嘅成員係必須以業外人士為主。我對呢一個建議係有保留。喺我自己嘅建議當中，專責調查人員的確係冇必要由醫生擔任，但係喺研訊嘅階段，由於係牽涉好多嘅醫療專業知識，好似係規定必須要，如果我哋係規定必須要由業外人士為主，會唔會反而令到研訊嘅效率受到影響呢？實屬係未知之數。至於將醫委會業外人士增至過半數嘅建議，就同我自己嘅原議案提出嘅整體改革建議方向係有所不同。我自己係支持增加業外人士嘅比例，但係醫委會除咗醫療投訴之外，仲有專業培訓、註冊評核等等嘅工作需要持續去做。如果直接大減業內人士嘅比例，未必係能夠應對問題所在，亦都可能引嚟不必要嘅爭議。呢一個並唔係我所願，因此我係未能夠支持相關嘅修正案。最後，我想借呢個機會強調，我自己提出嘅議案一系列嘅建議係針對現行投訴處理機制之中唔同嘅痛點解決方法，而增設調查專隊係可以打通各個關卡嘅鎖匙。事實上，現時積壓最多個案嘅程序係初偵會初步考慮階段，截至上年年底，醫委會仍然有895宗嘅個案未完成，當中接近60%係積壓喺初步嘅考慮階段。而過去5年完成審訊嘅個案入面，單係喺初步考慮嘅階段時間中位數已經係達到10.4個月。點解初步考慮都要等咁耐？我認為現時機制之下，醫委會冇調查嘅支援，正正係一個原因。投訴人好多時只係普通嘅市民，連投訴信需要有啲咩基本嘅資料，可能都唔清楚，更何況係要交啲咩醫療報告啊、病歷報告等等。所以專責調查隊伍係有佢嘅重要性，特別係喺收到投訴之後，透過同投訴人溝通去釐清投訴嘅內容，以及喺特定情況下初步搜集資料，令到個案嘅資訊更加完整，從而幫到初偵會主席可以喺初步考慮嘅時候作出更準確而且更有效率嘅判斷。希望政府可以認真考慮相關嘅建議。本人謹此陳辭。主席，多謝陳凱欣議員提出全面改革香港醫務委員會嘅投訴處理同埋紀律研訊機制呢個議案，同埋管浩鳴議員、陳曉峰議員、梁進議員、陳恒鑌議員、鄧家彪議員以至蘇兆聰議員嘅修正案，以及多達22位議員就住今日嘅議案提出寶貴嘅建議。今日議案辯論提及嘅具體意見呢，其實大部分政府都已經納入咗喺上月向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提交嘅初步立法建議入邊嘅。以下我想就住辯論提到嘅幾方面作出一啲回應。就住香港醫護專業奉行專業自主自律呢個原則，除咗因為醫療服務同埋臨床嘅診斷係有高度嘅專業性之外呢，其實亦都係建基於社會大眾對醫療專業嘅信任。病人將生命健康交俾醫生，醫生必須係可信嘅。而政府改革醫委會，正正就係要支持醫委會作為一個法定嘅獨立機構，促進醫生嘅專業能力同埋道德操守，從而係維護醫患互信。喺醫委會嘅組成方面，議案提到改組醫委會，加入更多業外人士。而家嘅醫委會咧係有32個委員，其中3/4，即係24個係醫生委員，而醫生委員入邊多達16個，即係2/3，係由業內提名同埋選舉產生，係比較單一嘅。另外有8個係機構提名同埋官方委任。至於業外委員有8個，4個由行政長官委任，3個由病人組織選出，1個係由消費者委員會提名嘅。
我哋喺早前提交嘅文件已經指出，政府計劃係對醫委會嘅組成作出一個修訂嘅，包括咗第一係引入更多唔同資歷背景同埋入會途徑嘅醫生委員，包括咗研究由政府直接委任非官方嘅醫生成員等等，用意咧係反映業界廣泛嘅意見，令到醫生嘅委員組成咧係更加均勻，而唔會太過專一、太過單一。第二係加入更多嘅業外委員，特別係考慮到現代嘅醫療服務更重視跨專業團隊嘅協作，我哋建議加入更多其他醫療專業人員作為業外嘅委員。第三係加入基層醫療嘅代表，反映咗基層醫療發展嘅需要同埋方向。以及第四，加入正在籌辦大家都關心嘅第三間醫學院嘅代表。咩為之醫學會醫生同埋業外人士嘅黃金比例呢？其實國際間係冇劃一個標準嘅。如果要引用，可以引用係由0去到超過一半。剛才有好多委員引用英澳，好明顯呢個引用嘅偏頗，引用一啲自己想達到嘅目標。其實新加坡個醫務委員會咧係冇業外委員嘅，全部係醫生委員嘅。其實呢個比例唔重要，重要嘅係組成點樣能夠機構有效咁樣履行職能，並且係配合唔同嘅國家地區佢自己實際嘅情況同埋醫療體系。任何我哋對醫委會嘅組成嘅改變呢，都會必須要同醫委會嘅職能匹配先得嘅。處理投訴其實只係醫委會眾多職能入邊好重要嘅，不過係一個好少嘅部分。只有極少數嘅醫生嘅專業水平同埋操守有可能出現問題嘅時候，先至會通過申訴嘅機制去到處理。全香港有17000個醫生，投訴嘅係少部分。醫委會嘅醫生委員除咗要出席醫委會嘅大會之外，喺其他醫學實務嘅委員會入邊，好似道德事務委員會啦、教育評審委員會啦，甚至我哋而家講嘅第三間醫學院佢個課程嘅評審，其實都擔當住好重要角色。我留意到個別嘅議員同埋坊間對於業外人士嘅比例係有一定嘅訴求嘅。我哋今日嘅修訂議案甚至係要求過半嘅醫務委員會嘅委員係要業外人士。我要強調，業外人士如果喺醫委會入邊過半數，必定係會影響到醫委會履行佢建立同埋促進業界專業水平嘅呢個職能，亦都削弱咗醫護專業奉行自主自律嘅原則，以致醫患之間嘅信任，後果係非常之嚴重嘅。喺諮詢咗病人組織同埋其他包括醫生專業團體在內嘅持份者之後，我哋原則上係認同醫委會而家1/4係業外人士嘅比例係有進一步提升嘅空間，但係冇可能超過一半。而家嘅建議已經包括咗加入更多嘅業外委員，係平衡同埋務實嘅做法，亦都對應我哋希望提升醫委會透明度同埋問責性嘅改革方向。再者，我相信質係比量更加重要。政府喺作出委任嘅時候會把關，確保不論係業內或者係業外嘅委員係能夠盡職。其實真正影響投訴處理同埋紀律研訊嘅並唔單係醫委會嘅組成，而係醫委會入邊嘅負責調查嘅初步偵訊委員會，以至負責審裁嘅研訊小組。現行醫委會轄下初步偵訊委員會，下面我叫佢做偵委會或者研訊小組，其實喺運作上咧，相對係獨立於醫委會嘅。好多人唔知道，偵委會同埋研訊小組除咗可以由醫委會嘅成員出任之外，亦都可以由現時14個提名機構提名，合共84個獨立審裁員出任嘅。就住同一宗申訴嚟講，擔任偵委會嘅委員同埋獨立審裁員，擔任偵委會嘅醫委會委員同埋獨立審裁員呢，係唔能夠參與研訊小組嘅職務，去到確保調查同埋研訊呢係各自嘅獨立性嘅。就住個案嘅決定，包括偵委會決定係咪將個案轉接去到研訊或者研訊小組嘅裁決呢，亦都係由偵委會同埋研訊小組自行作出。
過程係唔受到醫委會嘅干預。政府原則上係同意議案提及申訴調查同埋紀律研訊呢，係必須要由專責同埋獨立嘅一個架構去負責。基於申訴調查同埋紀律研訊嘅高度專門性，由業外人士去到主導調查同埋研訊呢，難度係非常之高嘅。因此，我哋早前提出建議係增加獨立審裁員嘅數目，並且係加強審裁員喺偵委會同埋研訊小組嘅參與，從而係確立偵委會同埋研訊小組喺運作同埋決定方面嘅獨立性同埋效率。議員喺修正案提出為醫委會申訴處理嘅各個流程係訂立目標時間，從而係增加透明度。呢個方向政府係認同嘅。我哋嘅立法建議亦都係包括咗要求醫委會就住申訴處理嘅某一啲嘅關鍵程序，譬如好似專家證人報告等等，係訂立一個目標時間。但係醫委會嘅申訴處理機制呢，係一個準司法嘅程序，過程入邊牽涉到申訴人、被申訴嘅醫生、法律代表、律政人員以及專家證人等等唔同方面嘅參與。喺某些嘅法律因素同埋程序呢，恐怕呢係唔能夠受到目標時間嘅約束，從而係確保各方面嘅權利。就住議員提出增加申訴處理機制嘅透明度，並且係俾申訴人知悉申訴處理嘅進度，我相信醫委會係可以通過行政嘅方式去到落實嘅。議員提出喺醫委會嘅申訴處理機制加入調解，喺呢一方面我一定要強調，醫委會嘅申訴處理機制嘅焦點目標其實係判定被投訴嘅醫生嘅專業能力或者操守係咪達到目標，從而係作出一啲嘅處分。個目的除咗係要令有過失嘅行為得到處罰，令到投訴人覺得個醫生已經受到應有嘅懲罰之外，更重要嘅其實係要確保醫生嘅專業水平，保障社會病人嘅利益。專業能力同埋操守唔達標嘅醫生係對醫學界以至社會一個好嚴重嘅危害。呢啲嘅個案係唔應該容許雙方通過協商調解去到私了，其實係應該通過研訊機制去決定呢個醫生係唔係適合繼續執業，確保唔合標準嘅醫生唔會危害其他嘅病人。調解私了，從而達至道歉或者賠償，無助於醫生嘅專業水平，亦都唔係醫委會申訴處理機制嘅原意。至於其他唔涉及醫生專業操守嘅申訴，好似投訴呢個溝通不足或者收費不清等等嘅問題，嚴格嚟講，其實唔係醫委會嘅管轄專業水平呢個範圍。醫委會同埋我哋嘅醫生註冊條例清晰咁指出，醫委會係負責處理醫生專業操守嘅投訴。現行嘅法例其實冇禁止醫生同病人通過其他嘅途徑嘅申訴去調解處理雙方之間一啲非醫生專業操守嘅問題，例如溝通不足或者收費等等嘅分歧。我會建議醫委會完善同投訴人嘅溝通，俾佢哋更加了解醫委會申訴機制嘅目的同埋限制，從而減少一啲所謂瑣屑無聊或者證據不足嘅投訴。議案建議增設覆核機制，我哋喺早前提交嘅文件中已經表示到會考慮將申訴人提出覆核或者上訴嘅機制納入修例入邊嘅建議。醫委會改革必須係具針對性，揾到難點、痛點，對症下藥。故此，除咗喺法例修訂之外，我哋亦都會通過一系列嘅行政措施，加強對醫委會嘅支援。
呢啲措施包括咗第一，加強衛生署署長作為醫委會當然委員嘅角色，全力支持醫委會督導由衛生署提供嘅秘書處嘅工作。第二，增加醫委會嘅法律支援人員同埋行政人員處理日益增加嘅申訴，以及探討由具專業背景嘅高級管理人員出任醫委會秘書，從而加強秘書處嘅職能，務求喺醫委會領導之下更有效咁樣管理秘書處嘅行政運作，並落實醫委會嘅決定。第三，係探討議案提及成立專責隊伍，由具有相關專業背景嘅人員就住接獲嘅申訴進行調查，支援偵委會嘅調查工作。第四，就住申訴所需邀請醫學專家證人所作證存在嘅困難帶嚟嘅延誤，我哋已經聯絡咗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同意研究建立人才庫，有系統咁樣去組織同埋鼓勵全港唔同醫學專科嘅專家，按照醫委會嘅邀請，積極咁樣出入專家證人，就住申訴個案作證。好多謝呢方面陳學鋒議員提出嘅意見。我相信喺作一個無償作證嘅過程入邊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嘅同行咧，都係願意去做嘅嚇。我自己當年亦都係做咗好多呢方面咁嘅工作嘅。第五係關於通過電腦系統同埋科技去提升醫委會嘅行政效率。醫委會其實已經喺2025年1月推行咗多項嘅措施，改善投訴嘅處理，包括咗提升現有處理投訴資訊系統，確保所有嘅個案得到適時嘅跟進。醫委會亦都係正在研究建立更加完善嘅綜合個案管理系統，運用科技，包括咗人工智能，提供更多嘅自動化嘅功能同埋工作流程嘅支援，例如追蹤同埋查詢，並且係通知申訴人同埋被申訴人個案嘅進度，提醒待辦嘅事項，提醒專家證人報告嘅時限，統計分析、製作報告以至建立文件，務求進一步咁提高處理投訴個案嘅效率。政府係會同醫委會保持密切嘅聯繫，並且係會喺資源同埋技術方面提供支援嘅。主席，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改革之路無坦途，改革又豈止單單要到肉咁簡單啦。正所謂改革唔係請客食飯，無獨有偶，今日何敬康議員同埋鄭泳舜議員都用咗做手術去到比喻今次嘅醫委會改革，亦都係我想同大家去到講一講嘅，就係改革真係好似睇症做手術，首先要做到一個精確嘅分析診斷，先至知道病源喺邊度，問題喺邊度。更加重要嘅係要有信心、決心同埋技術去落刀。過去2018年嘅修例，醫委會嘅改革未能夠根治病個痛點。剛才鄭泳舜議員都提到，佢當年都係有參與呢個工作。其實呢度在座嘅都有啲成員係當年都參與咗呢個工作嘅。上一次嘅改革，上一次嘅手術未能夠根治痛點。我今日好多謝在座嘅各位議員參與咗今次嘅一個會診，大家一齊去睇睇醫委會到底有啲乜嘢係需要手術能夠根治嘅地方。我再次感謝各位議員今日提出嘅寶貴意見，作為一個會診。我哋醫務衛生局同埋律政司嘅同事正在全力咁推展法例嘅草擬工作。其實唔係淨係法例，之後亦都有更加多嘅喺行政方面嘅配合。我哋會爭取喺今年嘅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修例嘅草案，手起刀落推動根治醫委會做呢個手術，從而係醫委會馬上健康。主席，首先我要多謝香港有好多用心照顧病人嘅醫生，佢哋好努力去救治我哋病人。
而我今次嘅議案嘅目的係要針對受到醫療事故影響嘅病人同家屬長久以嚟所承受嘅煎熬，帶嚟真正嘅改變。佢哋講緊嘅長久係5年、8年、10年、15年，好希望呢一個年份係可以透過我哋呢個議會公平公開嘅討論，去作出醫委會嘅改革。議員呢2日引述咗好多唔同嘅外國嘅例子，大家都係用心一心一意，係希望減輕病人嘅痛苦，絕無當局所講偏頗。所以好希望當局用心去聆聽呢2日所有嘅議員提出建議之後，喺嚟緊當局話上半年會提出法例嘅修改，提出法例修改嘅建議。如果嗰個建議係得到大家嘅認同，就唔會有今日咁多嘅聲音再提醒當局你要點樣去改革呢個醫委會嘅工作。所以好希望咧嚟緊喺立法會裏面討論呢個醫委會改革嘅條例裏面，會有包含我哋立法會議員嘅意見，唔好再好似醫療收費改革咁，完全冇諮詢過立法會就上到嚟去到社會，然後引起好多唔開心或者好唔理想，甚至乎市民嘅怨氣。我好希望我哋喺8年之後，經過2018年嘅醫委會改革之後，我哋再有一次嘅契機，喺嚟緊我哋可以做到醫療嘅改革。希望醫委會真係可以做到行公義、守專業、護社群嘅使命，而我哋係做到到位、入獄、及時、符合市民期望嘅改革。本人謹此陳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嘅待決議題係陳凱欣議員嘅議案，經管浩鳴議員、陳曉峰議員、陳恒鑌議員、鄧家彪議員、蘇兆聰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開始表決，議員請按出席按鈕。贊成嘅請舉手，反對嘅請舉手。我認為議題獲得經選舉委員會選舉及功能界別地方選區選舉產生嘅2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嘅議案獲得通過。